都是我们塔吉克族的小朋友们。塔吉克族的小朋友们的颜值到底有多高？今天就带你们去看一看。走，好美呀你！你们像一个洋娃娃。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卢菲扎，你是什么民族？塔吉克族。你今年几岁啦9岁。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古丽尔巴，塔吉克民族。你今年多大啦8岁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法热娜，你是什么民族？塔吉克。今年多大啦7岁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米格尼，这个民族。今年几岁啦12岁。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苏里坦江，塔吉克民族。你今年多大啦8岁。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克拉拜克，塔吉克民族。你看他的眼睛特别好看。你叫什么名字呢？毛尔丹，塔吉克族。几岁啦7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纳兹亚，塔吉克族。今年几岁8岁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尼达尔，塔吉克族。今年多大啦几岁啦7岁。你叫什么名字？